大家好，我係 Rachel，依家讀緊 Ivy 國際酒店管理及智能服務高級文憑嘅 Year One。我選擇讀酒店係因為覺得好適合自己嘅性格。酒店實習可以做到實踐所學，真係擴闊咗自己嘅眼界。我喺 Front Office 學到前台整個 check in 嘅流程及運作，親身體驗到接待世界各地嘅客人應有嘅技巧同埋溝通方式，要俾到客人一個貼心嘅款待。我喺 Guest Relation 實習嘅時候，親手用美術字為客人畫咗張生日卡，諗住俾個驚喜佢，冇諗過客人會寫翻封 email 多謝我，真係好開心啊！我仲去咗服務部 Housekeeping 度實習，真心體驗到五星級酒店對於房間管理嘅嚴格要求，每個細節都要做到好仔細。我覺得 Rachel 嘅表現好好啦，咁佢當初嚟到其實都比較怕醜同有啲拘謹嘅，但係經過幾個月之後咧，有好明顯嘅進步。佢個人咧就有自信咗啦，大膽咗嘅。另外咧，佢嘅態度都好幫助到佢呢一個實習裏邊嘅，佢要好用心、好積極。每一次我教佢新嘅嘢咧，佢都會抄低 notes之後自己反覆咁去學習。咁我覺得Rachel 經過呢幾個月嘅實習之後咧，會喺酒店業有好好嘅發展。